大家好，歡迎又翻到嚟賽馬投資頻道。咁啊，今日星期三，今晚咧就快活谷咧有9場賽事嘅。咁啊，今晚咧就遲咗啲拍片啦。咁啊，講翻上一期咧，就5月4號沙田賽事。咁我哋個付費頻道咧，嗰度提供嗰兩個馬房咧，咁啊包括咧就蔡約翰啦，同埋呢個羅寶全嘅。咁嗰個蔡約翰咧就帶上馬㗎啦，咁但係咧成績就一般般嘅啫。攞咗2個 win 1個 pay，咁啊最尾咧就最後一場咧就輸埋俾呢個告東尼啊連馬獅王。咁啊告東尼咧尾兩場咧就連續贏2場，咁啊攞咗個連馬獅王嘅告東尼。咁啊另外羅富全咧嗰日就得一隻馬咧就跑咗入嚟 Q 腳嘅啫，即係第2場嘅有心意。咁啊其他佢幾隻馬咧就跑唔到嚟啦。咁此個咧就提供2匹嘅深水 win pay啦，包括咧第7場嗰隻紅衣醒目啦跑唔出啦。咁另外第9場嗰隻一定超，咁啊順利咧就大每人一馬，咁啊呢隻馬都講係好超班下嘅呢隻嘢，咁啊一升一加程跑1400就如果輕鬆贏馬啦。咁此個咧我哋嗰個 AI 模型咧，我哋範圍馬咧就一共咧就提供咗8場賽事嘅，咁啊有啲場合咧都小馬有3幾隻咧就冇乜需要提供噶啦。咁啊嗰場8場賽事裏邊咧，我哋呢個 AI 咧都幾穩定下㗎嚇，都中咗5條 Q、2條單 T、1條4連環嘅，5 Q、2條單 T、1條4連環。咁呢場咧就跨境寶馬呢場啦，就中咗條 QT 啦嚇，咁啊嘉應騎兵跑第3，咁啊年年有型跑第2啊。跨境寶馬咧順利咧就扯住都過終點啊！咁啊去到第7場啦，咁呢場咧就中咗條 Q 啦，咁啊嘉應巨星呢隻半亞本馬咧就10倍，咁啊順利就贏打開勝利之門啦。咁另外咧就紫荊拼搏，咁啊有心即係拼搏㗎啦呢場啊落重飛，咁啊但係咧追唔到隻嘉應巨星，咁啊短距離咧之下分勝負嘅。咁啊去到第9場啦，呢條 Q 就中啦嚇，咁啊一定超同埋呢隻勁沙塵啦5同4，咁而喺我哋嗰個付費頻道裏邊咧2條片裏邊咧就其中一條片咧呢場都中條 Q 㗎啦呢場，不易地啊呢場啊。咁啊去到第10場啦，咁呢場係2000長路賽，咁場咧就 QT 4連環中㗎啦，咁啊條 Q 咧就派到303蚊嘅，咁啊頭馬咧就係呢隻奔放啦告東尼㗎，咁啊開賽前咧都係5、6倍啊過關飛之後。跟住咧一路回到去9倍、10倍開跑㗎，咁啊順利一放到底贏嘅呢隻。咁啊上一場咧其實都有想搏馬㗎啦，但係咧出閘跌咗腳啊，咁今次咧保中。咁啊另外條 Q 跑第2嗰隻9號金主啦嚇，跑第3嗰隻咧就7號嘅天象爐區，咁啊單啲派317蚊。咁另外跑第4嗰隻共享富裕啊，咁啊4連環就冇分啦，203蚊。咁去到尾場啦，咁啊中 Q 啦呢場啊頭馬呢隻又係告仔嘅。時時歡升，咁啊由10幾倍一路打到落去咧，開跑咧得6倍啊呢隻馬，咁啊食到應勢棍㗎啦呢隻啊，咁啊初上1400，咁啊即刻就贏啦。咁另外跑第2嗰隻就係沿途擺喺前面嗰隻9號嘅元朗精英啊。咁咧而家大數據時代啦嚇，咁啊即係借用一啲賠率嘅數據咧，咁啊幫大家去有效咁投注呢個賽馬。咁啊已經到季尾啦，咁啊季尾階段咧，如果大家都未有啲乜嘢想法或者有啲咩突破咧，都可以參考我哋職場嗰5隻嘅範圍馬，咁啊收集範圍，咁啊希望咧就提供嗰個命中率。咁啊事實上咧，我哋呢個範圍馬咧都係純粹一啲賠率嘅數據啦嚇，咁啊與實力無關嘅。咁啊職場嘅賠率，咁好似呢啲條賠率之後，我哋根據咧以往嘅數據啦，呢啲馬咧大概有88點幾個%啦，入唔到嚟3甲㗎啦。已經經歷咗3200幾匹馬啦，有2800幾匹馬入到嚟3甲，入唔到嚟3甲㗎。咁另外呢個數據咧亦都有84.91㗎，再過嚟呢個咧有91.61個數據咧，有啲馬都入唔到嚟3甲㗎。咁呢個仲高啲93.93㗎，咁啊再過少少啦，呢個90.59啦，呢個89.24啦。咁其實咧一路都有成10幾個數據咧，就幫住啦呢啲賠率㗎，咁所以咧就大數據之下咧有啲賠率正所謂咧唔對版啦，咁啊臨場咧都可以慳翻啲注碼咧，可以刪除咗佢。咁啊我哋其實呢個數據咧都已經經歷咗成1000幾場賽事㗎啦，經歷咗1313場賽事啦，直到上一次嘅賽事為止。咁而命中 Q 嘅機率咧亦都有50.19，單 T 咧亦都有30.3啊，超過30%㗎啦。4連環15% 啊，咁啊平均嘅 Q 嘅派彩咧就217個3毫4。單 T 咧又有437個點71，4連環咧有671幾啊，咁樣我哋其實全部都有數據支持嘅。
咁啊，今季咧就集中咧都係5匹馬嘅啫嚇。咁而就今季咧，我哋都加咗數據咧，就係嗰5隻馬裏邊咧，就中呢個位置 Q 起碼一條嘅話咧，都要超過有成73.86%㗎，73.86%。咁即係話中一條位置 Q 嘅喺5隻馬裏邊咧，都有成7成幾㗎嚇。咁時間季尾啦，咁我哋推出一個試玩價啦，因為啲以前啲朋友都問我有冇得試玩，咁我哋試玩價咧就可以就有3次賽事啦，咁啊大概可以即係嘗試下，咁我哋會收翻咧150蚊，即係平均一次賽事咧就50蚊啦，咁你可以試下呢個方法，咁如果覺得有效嘅，咁我哋繼續用啦，咁啊係季尾咧我哋先推出呢個試玩價嘅啫，咁啊新季咧我哋都唔會退出㗎啦，咁啊就如果係想參加1年嘅會員費用咧，咁我哋仲係收緊1000蚊嘅。如果有興趣咧，加入我哋嘅頻道咧，可以 WhatsApp 俾我，我電話係90324808。咁啊，繼續講翻今晚快活嗰個賽事啦。今日採用嗰粒嘅 A 跑道嚟㗎，6點35分就跑頭場㗎啦。咁啊，今日上晝咧都落緊雨嘅。咁啊，中午之後咧個天色好翻少少啦。咁啊，亦都睇過天文台個預測咧，中午之後咧就應該就有陽光啊，同埋又唔會再落雨啦。知道今晚都係差唔多嘅啫。咁所以咧就快活嗰個跑道咧去水都幾快下嘅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呢今晚跑嗰賽事咧都係預翻好地算啦嚇。咁啊，今日推介2匹有啲分頭嘅半冷門俾大家參考下啦。咁啊，風喺度㗎，有冷門。咁啊，揀第2場嘅嚇，第2場呢場咧最對短途嘅快活谷1000快走快場合。咁大門咧就上一次隻精緻日上啦嚇，sorry 唔係精緻日上呢隻耀日上啊。咁啊，上一場咧就喺呢個路程咧就贏咗馬啦。咁啊，贏咗馬咧加磅唔多我2磅咧，成為場嘅3.5倍大門。咁啊，上一場咧就落重飛就搏殺得手㗎，今次跑1檔啊。咁啊睇下上一次咧幾隻馬咧就係靠追嘅啫嚇，即係前速咧都係麻麻地嘅啫嚇。咁睇呢場咧就會唔會又追到啦？咁呢場咧我就介紹一隻好耐冇出嘅馬啦，包括就呢隻6號嘅紅海風範俾大家參考下。呢隻馬而家係11倍。咁啊，楊明倫、文家良嚇，咁啊呢隻馬咧就都成超過一段時間冇出啦，因為咧隻馬咧本身有喘鳴㗎，咁啊當然啦有喘鳴嘅馬咧一定有風險啦，即係有賠率，大家可以搏下。咁啊做咗手術，咁啊因為12月跑完之後咧，佢就冇出過賽啦，直到而家啦，超過120幾天咧冇出過賽。咁啊休息咗之後做埋手術咧，一路係咁操，咁啊亦都試咗3課大閘嚟跑㗎。喺從化咧就黃寶嚟喺上面試嘅，咁啊出閘啦脫咗腳之後咧1000嘅草閘啊，咁啊沿途喺入邊咧就追翻上嚟贏一個閘，仲要贏2個馬位㗎，咁啊嗰個閘咧都幾出色下嘅。咁當然啦試閘還試閘，但呢隻馬咧始終喺5班咧有啲班底㗎，咁啊一隻仲未開齋嘅馬喺香港跑咗18次，咁啊幕後都好想交代㗎啦，亦都之前咧呢隻馬咧經常咧熱門咧輸咗錢㗎，咁啊睇呢場馬咧就會唔會咧就唞埋一鋪搞掂啦，咁啊有10零倍咧可以諗下㗎。如果上咪唔好，呢隻馬都係要靠追㗎。咁上一場咧就追到啦，咁今次咧就追唔追到，亦都係要睇個步速形勢嘅。咁所以呢場1000直路咧，通常都係啲冷門佔優少少㗎。咁啊搏下冷門，推介呢隻紅海風範。咁至於第2匹推介冷門咧，都係第4場啊，呢場嘅12004班嘅。咁啊，我揀即係11號天喜運呢隻馬隔晚咧，其實都係冷門嚟嘅。咁啊，而家咧越賣越熱啦。琴晚咧呢隻馬咧10幾倍嘅，今年而家得7.3倍啊，2.3位置啫。咁琴晚個賠率真係夠吸引啊！咁啊，今日咧就已經一路熱啦。咁啊，呢隻馬咧其實都好耐冇表現㗎啦。季初咧就贏咗2場賽事之後咧，就一路咧都係冇乜表現啦。咁啊，而家就減翻落去4班。13磅，因為擺埋個黃志雲上去，再減7磅咧就好輕輕飄飄啦。咁啊，亦都係休息咗大概1個月啦，跑呢場。咁啊，以往咧呢隻馬咧1200咧1400咧都係射程範圍嘅。咁啊，季初咧亦都贏咗1400，咁亦都係過嚟谷草贏1200㗎。咁都係啦，贏馬咧就係鍾易禮同埋艾兆禮。咁但係呢隻馬咧咁輕磅咧排10檔咧，預計咧佢有機會咧喺外檔 cut 到埋嚟㗎，以個速度啊！咁啊神貨咧，佢試咗課閘咧都幾吸引㗎。咁啊擺咗前邊1000米閘草地啊，從化黃志雲上去試嘅，咁啊擺喺前面，咁啊好輕鬆翻嚟，又考第2啊，輸個頭嘅啫。咁我覺得隻馬咧嗰個閘咧都幾吸引，有機會呢隻馬咧就呢場咧可能會收穫失地啦。點樣講咧？因為上2次呢隻馬咧大幅落飛㗎。
由兩次賽事咧，就沙田千二同埋谷草千二咧，都分別係30幾倍、50幾倍咧，打到19倍、16倍開跑嘅。咁啊，睇下幕後咪真係損手爛腳啦嚇。咁啊，今次咧打埋黃牌，咁啊換埋個人，咁啊夾晚啲飛到而家咧都一路有人買緊㗎呢隻馬。咁啊10檔起步係個檔位差少少，但係呢場馬咧預計咧馬會係覺得隻3號咧有機會放頭嘅，但係呢隻馬咧因為佢排咗個內檔啦，你知我得。咁有機會咧會讓隻添起運埋欄，佢因為隻你知我得咧唔一定要自己放㗎，佢有機會咧守住喺2、3位咧，然之後直路再衝㗎，咁所以咧就應該就唔會阻到隻添起運㗎，預計啊，你添起運嘅速度咧，照計佢可以咧喺外檔咧 cut 到埋嚟咧。如果今晚個地咧唔係咁快咧，咁呢啲馬都幾着數㗎嚇，因為落咗雨就唔知點啦，但係即係有時好難講，你睇下即係頭2、3場嗰啲個完成時間幾多啦？如果呢場馬咧佢係即係前面啲賽事咧步速唔快嘅咧，普遍嘅時間都慢咧，呢啲馬都好着數㗎。添起運曾經喺黏地咧上過名嘅呢隻。咁啊7.3倍，咁啊介紹埋俾大家參考下。咁啊而家5環子都好耐冇贏馬啦。咁啊今日咧就推介呢2匹馬半冷門俾大家參考下，有興趣咧就可以買呢邊飛過下關啦，細細啲玩下。咁啊第2場嘅6號紅海風帆同埋第4場嘅11號天喜雲，咁啊2匹半冷門馬。咁啊喜歡頻道嘅記得撳一撳訂閱掣啊！咁你嘅支持咧就係我哋嘅動力嚟㗎。咁啊喜歡頻道嘅咁啊撳埋個鐘，撳埋個訂閱啦。咁啊撳埋個鐘仔，咁有新片上咧第一時間會收到通知㗎。喜歡條片嘅俾個 like 你哋，或者分享出去，多謝大家。